了？里边水管坏了啊，给你吵醒了。啊，那找人来修修吧。我打电话了，他们说休息。今天不是礼拜三吗？我也问了，他们说就是串休吧，可能是。没事，我先自己修着，你先回房休息。不是，那你一个人也没法弄啊，我再打电话给修理公司。不要，小事我能应付。真的，你再睡会儿吧，女孩得多睡觉，美容觉。好吧。嗯。来了。哎，你好。啊，送酱油是吧？怎么拿2瓶啊？啊，我也不知道你要哪种，我就都拿来了，一瓶生抽，一瓶老抽。不都是酱油吗？对，一样的。啊，先拿这瓶，多少钱？8元。不用找了，谢谢。啊，谢谢。我这时间也没太估算好，都忙到这点儿了，饿了吧？你这藏了一天，就是为了准备这些呀？我第一次下厨，所以这个动作呢稍微有一点慢。你别太介意啊。还有这个菜呢，可能是卖相不是特别好，但我都是严格按照这个网上荡下来的这个步骤一步一步来的，应该不会太差。这是什么呀？香浓红烧肉。不是吧？这红烧肉怎么这色儿啊？应该什么色儿啊？你放的是什么酱油啊？有分别吗？你放的是生抽还是老抽啊？生抽吧。生抽是带味儿的，老抽是上色的。做红烧肉应该放老抽。啊？我放错了，不好意思。这味儿不大好，不吃了。我挺喜欢吃的，饿了吃什么都香。你手怎么了？哦，没事儿，刚才切肉的时候我就……你消毒了吗？没了。没消毒，这大夏天的容易感染。哎，没事，就一个小……你给我看看。我去吧。我去。邵文芳，哦，不对，依然，你把我养了20多年的儿子弄到这儿，是为了向我示威吗？妈，这事儿跟他没什么关系。你能不能不说话？我特别想知道，依然，你每一次的出现，都把少宇折腾得心神不宁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我没有骚扰他。
你能不用你的武断来判断一切吗？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想的怎么样？8年前，你一门心思想钻进我们谭家，以你这样的年纪，能这么不择手段的做到这一步，还能装出一脸无辜的样子，真是不容易啊！你以为得到了我儿子，就得到了整个谭家的产业，你的下半辈子就有了保障吗？首先，我不是您想的那种女人，请注意您的措辞。其次，您儿子不是我弄到这儿来的，你们2个发生的事情我并不知情。你不知情？我儿子现在为了你，公司不要了，家也不要了，连我这个妈也不要了，就是为了到这儿，和你这个心机不纯的女人过。你告诉我，你究竟使了什么样的招数，才能让我这痴情的儿子对你死心塌地？妈，你能不再说了吗？你能不再说了吗？当初就是因为你的自私，让我和文芳深深的误会了8年。我告诉你，这种事情我不会让它再发生。我自私？我一心为了谭氏家族，我自私？谭少宇，你要搞清楚，你究竟是谁的儿子？没错，我是你儿子，我是你儿子，没错。那怎么样呢？我一切都要听你的是吗？我上次从家里搬出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告诉过你了，我不会再做你的傀儡。我要活得像个男人，自己做选择，包括选择和谁在一起。谭少宇，这话我记住了。你是认为这个女人爱的只是你这个人吗？依然，我现在把话放在这儿，少宇从今往后别想从我这儿拿走1分钱。他现在没房没车也没钱，至于以后日子怎么过，你们俩不是有真爱吗？怎么解决，自己看着办吧。你真让我失望。我进来了，依然。我妈刚才说的话特别难听，我代她向你道歉。没有什么好道歉的。她是你妈，保护你，怕你受到伤害是应该的。她对我有敌视，也是因为她怕我会给你造成伤害。作为母亲，她这么做，我很理解。你是新华公司唯一的继承人，她把所有的心血都放在你的身上，你应该体谅她。还是回到他身边去吧。毕竟，你首先的身份是他的儿子。我不会回去，不会。我活到这么大，什么都不缺，什么都有。但回头想想，实际我活得挺凑合的，因为我所拥有的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。你想要什么？想要属于自己的生活，想要自己的情感。现在
想要你。